专家有智慧，对对，咱两个歌就拢同款。赞的啦！真侪人哦，过年的时阵会甲“福”这个字哦，搭咧颠倒并了，表示福到啊，福到了。啊，毋过搭伫咧什么所在颠倒会甲福气赶走咧？阮拢爱搭伫门啊，所以门一定是到厝到无就到吼。我感觉是对啦，对啦，安尼就好。走过来。过来三厨是无人咧搭物件的啦。大喜年啦，结婚大喜年啦吼。我感觉是笨手套，应该是笨手套。我看我搭嘛，别搭个笨手套去。对啊，对啊。对不？无可能看笨手套，是无可能嘛？无可能啦。是。我食到60岁，我冇看过笨手套咧搭福道啦，福道啦，后尾大家系啊，笨手套搭了，那有可能？好，不要紧，咱来看一下哈。答案到底是啥？虾米咧？哦，是大门。其实吼，你会当甲分内外啦，就是讲咱要迎接物件到嘛。啊，你若伫大门口，你甲搭迄个，甲搭电倒边，你福气就袂入来啊。是。啊，你伫厝内迄，拢是只要是桶仔型的，还是水缸啦、米红啦，还是冰箱啦，还是衫橱啦，你想会到，还是即摆较现代，你洗衫机要甲搭了嘛会使。所以迄款物件，就是讲只要是桶。迄个桶仔型的，好，你一般迄款物件拢是要甲倒物件出去，电倒是甲福气倒出去，所以你要记得甲倒，迄个嘿，爱甲搭倒边的字。